公子，苏小姐跟你说什么了呀？有点不太对劲。没什么，不重要。白雪在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告诉我，他感觉自己像中毒了似的。他总是控制不住自己去想一个女子，那个女子呢，就是总是在他的脑海中走来走去，挥之不去的。但其实那姑娘挺怪的，可我那朋友呢，他就会想跟她在一块儿，想看她开心，想帮她。我这朋友是不是没救了？公子，你这是对桑小姐动情了？我有说是我有说是桑琪吗？哎呀，公子，你对桑琪的关注，我可是每天都看在眼里的。你别胡说八道，白雪，我怎么可能会喜欢她呢？她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女子，又顽皮又捣蛋，又爱跟你出难题，永远都不知道她下一出要唱什么戏，鬼点子又多，又不服管教，一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样子。每当下定了决心，哪儿郎都比不上她，我怎么可能会喜欢？怎么可能喜欢她？你为什么还在这里？哎，公子，我先走了。